變形金剛4殺道攻入深水埗。We are Transformer. We are going to China. 珍珠雞都冇咁真啊！變形金剛第4集中美合資，戰場移咗去中國。話狂派喺內地大肆破壞，中國政府就頑強抵抗。我唔係 Iron Man，係葉 Man，詠春葉問。黃派林家登，點知又唔夠抽，唯有向博派求助啦，跟住仲打到嚟深水埗添。哇，正嘢啊！聽講係因為導演好中意深水埗密集兼低矮嘅 building 喎。聽講9月開拍噶啦，主角方面就由沙仔變成麥克華寶，中國演員都有份噶。暫時就曉明大哥最有機，但要學好下啲英文先咯。查實荷里活片想打入內地市場真係規限多多噶，要通過內地電影局審批，內地演員唔可以少過主要演員嘅1/3，故事情節要同內地有關，但以中美合拍片形式發行，美國公司可以分到41% 利潤噶，多過之前變形金剛3成倍啊，咩都抵翻晒啦。